OK，世界盃完咗咯，係咪好悶啊？好悶啊！揾啲嘢講啊！咁唔係冇嘢講嘅嚇，咁可以同世界盃平起平坐嘅運動會咧，我諗相信都係咧奧運會啦。咁我哋講下奧運會啊，我戴咗 LA 嘅帽啊嚇，咁洛杉磯奧運啊，2028年啊。咁應該咧到時咧特朗普咧都仲係咧美國總統嚇，咁當然不容有失啦嚇，佢一定會盡量都搞到就搞嘅奧運會，雖然咧可能會打仗嚇，咁你睇你出年你籃球世界盃喺卡塔爾嗰度有啲危㗎嚇，可能佢要取消都唔定，但係奧運會咧就未必咁容易啦，喺洛杉磯啊嘛 ，LA 啊嘛，要講好可以講好多嘢嘅洛杉磯奧運會因為1984年嘅時候咧，我諗好多人未出世嚇，1984年嘅時候咧，咁又係有洛杉磯奧運會喎嚇，我仲記得嗰陣時咧，我有件 T-shirt 咧係有嗰隻鷹嘅 mascot 嘅，即係洛杉磯奧運嗰隻鷹，即係84年嗰次啦嚇，我好中意嗰件 T-shirt 嗰陣時，嗰陣時仲喺香港，係啦，講住咁多先啊，差唔多啦。即係如果你話再講你澳洲人而家同一時期有英聯邦運動會嚇，但係英聯邦運動會嘅注視度肯定冇奧運會咁犀利，甚至冇同運會咁犀利嚇。所以就其實你可以開始做 research 嘅，如果你想做一啲洛杉磯奧運嘅資料搜集，你可以用開始嘅嚇，或者你可能參與幫手去 promote 啲洛杉磯奧運會嚇，係咯。當然你可能其一個議題就係話仲會有咁多同性戀嘢咧嚇，即係 LGBTI 嘅嘢喺嚟緊嘅奧運會咧，咁多數都唔會，因為你起碼特朗普喺度撐場就難啲咯。同埋就係2028年就洛杉磯奧運啦，再過一次咧，2032年咧就係喺澳洲嘅布里斯本 Brisbane 嘅奧運。呢啲就係我可以即係提出嚟俾大家去了解嘅嘢啦嚇。好啦，不如講咗咁多先，好冇？和平獎。